Hello，大家好，我係 Kiwi，歡迎嚟到 Chat 真啲。賴清德嘅最新民調數據，你哋有冇留意到啊？簡直太刺激啦！4月底咧，佢直接起提咗一個死亡交叉，即係唔滿意佢嘅民眾數量仲多過滿意喎。啲綠媒咧仲喺度夾硬揾理由滅火，想冚住呢件事。講起身咧，自從舊年5月份呢位兄台上咗台之後咧，台灣地區就狀況不斷啦。佢嘅施政堪稱反向操作嚟㗎，獨裁嘅手段一套又接一套，島內甚至出現咗有綠色恐怖咁樣嘅講法喎。劇情咧仲精彩過8點檔啊！咁今日咧，我哋就嚟傾一傾賴清德帶領嘅民進黨係點樣通過政治獨裁打壓異己，搞震咁樣嘥晒啲財政，最終過台害民嘅。咁講起島內呢一輪嘅綠色恐怖源頭，就要從民進黨今年年初發起嘅大罷免開始講起啦。呢幾個月以嚟咧，台北啊、新北啊、台南啊等等好多個國民黨基層嘅黨部咧，都接連被司法機關抄咗家，啲負責人直接俾人滴走咗嘅喎，就好似村口啲細路爭玩具咁啊，又幼稚又兇狠。就因為咧，24年國民黨喺立法院贏得咗更加多嘅席位，民進黨就唔爽啦，搞出咗一個叫做聯合署名罷免嘅招數咯。話咁即係茅拉啫，你想個立法機構重新洗牌係嘛？搞到自己變翻莊家係咪？成個檢調系統火力全開，專隊在野黨嘅喎，專業到咧好似提前有練過咁。話呢個仲唔係綠色恐怖？如果話咧，冇民進黨喺背後幫佢哋撐腰，成個檢調部門夠膽咁樣明目張膽嘅玩針對㗎咩？不過咧，而家啲台灣民眾都唔係傻㗎，連親綠機構嘅一份4月份嘅民調啊，都自己刮咗自己塊面啦。就嚟有成60%嘅人咧，其實都反對大罷免㗎，贊成嘅就得3成幾㗎咋。我話咧，民進黨啊，呢一場鬧劇你再演落去啦，觀眾咧唔好話唔滿意啦，佢哋仲想掉晒啲臭雞蛋俾你咯。呢頭大罷免嘅鬧劇都仲未散場啊，轉頭個窗口又是對準咗啲綠配喎。最近咧好多生活喺台灣地區嘅綠配，突然之間就俾人追住要交一份叫做喪失原籍證明嘅文件。如果冇交呢份文件，可能會直接被威脅要註銷戶籍喎。不過你咁樣即係夾硬拆散人哋本身好幸福嘅家庭啫。為咗咧俾咁樣一個爛招揾個藉口，綠媒同埋啲網軍組團做咗大節奏大師，夾硬咧就話呢啲被註銷戶籍嘅人啊，背景唔簡單嘅喎。而民署咧一直喺度翻查啲綠配嘅舊帳，就撐咧將政治操弄4隻字寫落個頭頂啦。更加離譜嘅係咧，有一家叫做五同號嘅茶鋪，莫名其妙就俾綠營夾上咗喎，3日2頭嚟揾麻煩，就因為人哋嘅店名咧係同五同號係諧音嘅。唔該你啦，人哋個名明明只係為咗傳承河南銅拍茶文化，但係就俾你夾硬加戲，話呢個諧音梗咧玩到仲離譜過 talk show 咯。有國民黨嘅立委就表示啊，民進黨咁樣搞，咪就即係等於文字獄。如今個台灣社會簡直就變成咗台獨口號嘅主場 show 嘅，乜點解其他聲音全部變晒敏感詞要嘟咗佢噶啦？前民意代表鄭麗文就更加毒舌啦，佢直接話咩奇葩規定嚟噶？如今民進黨不顧一切，就是要抄你的家。點解而家只要有人講咗民進黨唔想聽、唔中意聽嘅嘢，就要俾人拋出門口噶啦？再咁樣落去啊，以後台灣民眾打麻雀都唔夠膽嗌五同啦，就驚咧有一日突然之間就俾人捉走咗噶啦。賴清德咧就將呢個民主玩成咗民進黨話晒事嘅過家家遊戲，口入邊咧就喺度嗌住抗中保台嘅口號，實際上淨係想用呢一塊遮醜布冚住台灣已經爛到出汁嘅民生攤子啫嘛。日日咧喺度搞個綠色獨裁，台灣民眾就嚟俾搞到成個人形陀螺咁咯，真係好攰人哋。喺呢場大罷免嘅鬧劇當中啦，淨係聯署同埋補選就燒咗10幾個億嘅新台幣啦。你諗下呢啲錢咧，夠俾老百姓發幾多福利啦？而且咧，賴清德一邊喺度阻礙兩岸嘅交流，另外一邊咧就對美國關稅政策冇下限嘅跪低喺度領。等台灣嘅半導體啊、汽車配件等等嘅產業咧，出口損失超過咗200億嘅美金啊！台灣物價同埋失業率都升到砰砰聲噶啦，
連台中市長都忍唔住喺度鬧人啦，話大家嘅日子都已經過成咁啦，賴清德仲要喺度玩政治劇本殺喎，唔該佢可唔可以做翻少少正經嘢啊？好，今日先傾到呢度，下次再見啦，拜拜。